每当5月开始的梅雨季节，也是台南的顺期。过去只要是拄到风台，也或是大雨，宁德交流道周边附近时常会传出淹水。大部分的原因，拢是因为三亚溪泛滥造成。而中华艺术大学就位伫咧三亚溪边啊，所以只要三亚溪泛滥，校方就首当其冲。经过校方甲地方的努力争取，防洪治水改善，现在也终于有了具体的成果。汛期又要来了哈，那其实仁德地区如果大雨，这个三爷溪都会泛滥。然后在那一边做了一个滞洪池，但是这一案呢，因为提案不够高，所以我们争取第6河川局，总共编列了19亿，整个做这么高哈，大概有到我胸部这么高哈的提案工程已经全部完工，而且有一个防汛道路。由第6河川局以及台南市政府携手编列19亿经费进行的三亚溪防洪工程，目前工程也已经完工，而且为了会当更加改善水患，校方也关地予第6河川局建设抽水站。另外又有2亿的抽水站，就在这里就抽水站。我们学校无偿提供土地给第6河川局做抽水站。那现在那一边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去看哈，那边区域排水也在做这个2亿的工程，所以这样就21亿多哈。这里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工程，其实对整个南关县都是很重要，因为南关县要到台南都到仁德交流道去台南。其实这里仁德的胜利路通过高速公路，通过滞洪池，就一条道路15米的道路，从高架跨过来，就不用经过仁德交流道，仁德交流道会堵车，这直接跨过来就不会堵车。好，这里有一条道路，然后从这里通到文华路3段，通到安和路，仁和路，所以这里是一个台南这一条有16.2亿，我们非常感谢市府。这个其实从赖清德市长、代理市长、到现在的黄伟哲市长很重视，那已经规划设计完成，现在要编列预算发包施工中。这里整个做起来，我们现在不止不会淹水而且会有一个华医大道，可以这样讲。詹姓蔡校长表示，为了解决校园水患以及仁德交流道交通问题，经过20市长的努力，已经规划设计完成，为仁德胜利路下过高速公路từ丰池到中华医大15米宽的高架道路，未来在完工了后，不只会当大幅疏通仁德交流道的交通量，也予学校增加一条新的另外道路，也提升了师生交通更大的便利性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